佇啦分局門口堆滿水果禮盒，敢若一面牆，相當壯觀。這攏是台南市競友會辦事處副主任，嘛是台南市主審會長周進發要來慰勞員警的捧果。在4號下晡，由分局長劉傳福代表接下會長愛心，希望第一線執勤的員警，不管交通疏導，或者是治安維護，攏平平安安。同時，議員林美燕甲服務團隊嘛致敬加彩金，表明溫馨。副主任花哥，他同時也是台南時尚會的會長，為了要慰勞慰勉同仁過年沒有辦法休息，所以特別用他自己的資金，還要感謝義作幫我們牽線，有去年這個捐贈蘋果的儀式。哦，可見我們平常在治安工作、交通工作上面的努力跟付出，還是有善心人士發現，而且化作具體行動來給我們鼓勵。長期以來，守護咱地方的安全，服務人民，唔驚辛苦。在這個新春佳節來臨，我特送上蘋果，蘋果代表平安。我希望咱各位同仁執行勤務的時陣，會當平平安安。感謝你們的付出，也能夠感受到你們真的非常的就是用心吶哈，所以期待我們守護神每一個都是健康的，我們的守護神你們是強壯的，唯有你們是強壯的，你們是健康的，台南市才能更加的安全。當年參與社會公益的周進發，不管是競友會，或者是市長、董事長的身份，這回的議員林美燕甲服務團隊發言人也寒暄的看線，伊將蘋果送到6分局每一位員警手中，用實際行動來感謝員警，成為台南市治安的堅強後盾。台南新聞滾吉採訪報道。